献出了一切。万能的真主，求您保佑我们打败召回的大军。现在我爸爸已经按我的号令去引诱清军。真主，求您保佑，让我们得胜，让我妹妹和家洛平安归来。真主，为了我们族人的生存，我甘愿死，但求他们生。阿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报告大将军，莫楚人大军已到，全军出动。
大家听着，铁甲军前后保护，全力冲入峡谷。多谢你们帮我们打败了赵慧大军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